给我让开，滚開！小姐，相國大人吩咐，沒有他的命令，不許你踏出府門半步。滾開！本小姐要出門，你居然敢阻攔，就不怕我稟告我爹，要了你腦袋？哎，請小姐息怒，連你也敢忤逆我！小姐，給我讓開！小姐，小姐，您別這樣！您不要為難我們，小姐，小姐，讓開！大膽！參見王爺。你們吃了豹子膽了，敢在本王面前造次！王爺息怒，小的只是奉命行事。表妹，你所為何事和這些下人糾纏在一起啊？成何體統？表哥，你今天來所為何事啊？我今天是來找相國大人商談國事的。哦，不巧不巧，父親今早去了西郊無極觀參拜，至今未歸。那本王不叨擾了。哎，表哥，表哥，表妹有何事？表哥，你能不能带我出去玩啊？他們不放我出門，你若開了金口，他們絕對怕你，肯定就放了我了。求你了，求你了。好啊，這正是何難？本王要帶表妹出去遊玩，還不放行？王爺，大人吩咐過，連本王的話都不聽了，是讓我去請示你們相國大人嗎？小的不敢，不敢，不敢，谅你們也不敢。表妹，上轿吧。这京城的集市，比起北京的国貿、金融街，可真是差太遠了。不過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。古代的城市，所謂繁華，大概也就是如此吧。就像我孔雙雙這般人，在現代豔壓北京城，到了古代，也必須古鎮一方。也許，這就是我的第一步吧。表妹啊，要不然我們去醉仙樓嘗嘗河鮮如何呀？沒興趣。那我們去看西舞姬。更沒興趣。你什麼都沒興趣？哎，我說我們也走累了，要不在這兒歇歇腳，吃點東西。啊，也好。表哥，你先進去，記得幫我點一份醉鴨。哦，我剛才看見路過的胭脂鋪有個上好的胭脂，很是喜歡，我去買一下，馬上回來。等等，這種事情讓下人去辦就好了。哎呀，不嘛，你們大男人都是毛手毛腳的，再給我買錯了，豈不還要折騰？我呢，去就回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跟你一塊兒去吧。不用了，你先去把菜點好，等一會兒我回來就能吃到現成的啦。好，那你去吧。好，有眼睛。小姐，你就別晃了，你晃得我眼睛都花了。雪兒，你給我找點事兒做吧，我快無聊死了。小姐，你可真會說笑，這哪有下人給主子找活幹的呀？你可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呢。福？我哪來的福？明明是發福才對。你看我都胖成什麼樣子了？再說了，這兒一沒零食吃，二沒遊戲玩，三沒電視劇看，簡直比皇宮還無聊。大哥，尹將軍，妹妹，我來看看你。哎呦，大哥，你就帶我出去玩吧，我都快無聊死了。三王爺還真是了解晴柔啊。仙琪，他怎麼了解我？三王爺說這幾天你未曾出門，肯定悶壞了。
这不，讓我來找你，與他一起去東郊遊玩。真的嗎？嗯。管他是仙人七還是仙人八，只要能出去玩就行。走吧。哎，杜姑娘，您这是？我表哥呢？王爺。快說。王爺去遊湖了。遊湖？他倒是好興致。那你趕快送我去找他。這恐怕不方便吧？這有什麼不方便的？哎呀，尹姑娘也會一同前去。什麼？她去了？那我就更得去了。杜姑娘，你就別難為小的了。李章，我好歹也是皇親國戚，你既然要是不送我去，我見到表哥就說你把我扔在大街上，不管我死活。我要是有個3長2短的，我看他們不拿你試問才怪。這，反正我今兒是非去不可，你自己看着辦吧。好吧，那就請杜姑娘稍等片刻，李章這就去準備。尹晴柔，絕對不允許你搶走我表哥。